兄弟们，我带你看看世界上最危险的公交车。听说他们的司机70%都没有驾照，然后更要命的，你看这，看得出是几路车吗？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去哪呀。这车我可不敢坐，但我带你上来感受一下。哇，里头全都是战损级别的，鬼知道他们都经历过什么。不过看样子应该都是从印度淘汰过来的。还别说，质量还真好，都这样了还能开，绝对的孟加拉特色。这些座位啊也都很结实啊，按照这个情况再开个20-30年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些车可没有门的啊，上下车全都是要靠跳，要是没个好身体还坐不了这个车呢。听说坐公交车的收费大概是几毛钱一趟，如果你爬上车顶那就不用钱了。然后这边的人也说了，在打卡的路上最危险的就是这公交车，他们可是不会避让的啊，直接横冲直撞，比的就是谁胆大。所以这也是打卡最安全的出行方式，前提是你要能跳上车呀。